大家好，文師傅啊。嗱，今年2026年啦，丙午馬年，屬蛇嘅朋友運程如何啊？嗱，想屬蛇嘅朋友咧，舊年你就犯太歲啦，運程起落大啦，有陣時唔係好開心咁。嚟到26年啦，你已經逃離咗呢個厄運咯。咁某程度上個人咧，體魄各方面咧都開心咗、積極咗嘅。加上咧，今年咧有粒叫6分星，嗱，做官嘅朋友或者做打工嘅朋友咧，今年嗰個人工咧會有所提升啊，令到你好開心噶。另外文昌呢粒星咧，亦都好旺你咧考取一啲專業嘅資格或者去考試嘅。咁但係咧空星都不少噶喎，我哋叫有病符啦。的煞破碎亡神天公符，哇！亡神呢啲陰謀詭計嗰啲，直頭會係經常困擾住你嘅，都係一句啦。今年咧你要防小人，你會係故意做咗人哋嘅崗位嘅，簡單啲，人哋做得唔好，你有陣時睇唔過眼喎，幫手插隻腳埋去啦，就會惹是惹非啦。不過唔緊要，不招人忌是用財啊嘛，你一步一步嚟。步步為營，去做好自己本分嘅嘢。如果假設有啲超越你本分嘅嘢，有人要你去出手嘅，你都坦然諗清楚度過 OK， 咪照做咯。另外啦，小心一樣嘢啦，因為你始終今年咧都有亡神呢粒星，好多陰謀詭計喺度，可能有機會咧頭先講嗰啲劇情咧，可能係借刀殺人啲 friend 嚟噶嘛，可能同多少少專家啊或者一啲。你嘅貴人去溝通一下，睇下點樣做可以最少啲風險咁啦。但係調翻轉，如果假設咧你係諗計度橋獻謀嗰啲人咧，出年咧你就用到亡神呢粒星。簡單啲講啦，如果你係可能係商界裏邊要爭權掠地嘅，你係負責嗰啲智囊咧，哇！出年你會諗到好多奇招出嚟咧，就可以迎刃而解咯。睇你份工作，如果你係軍警界有關啊、度橋啊、獻計啊，咁你出年咧就完全駕馭得到啊！但係如果調翻轉，你係一個普通嘅打工仔，我都係安安分分咧，咁你出年咧就要小心啲啦。你工作嗰張台面啦，左青龍有白虎啊嘛，右手邊白虎位搞是搞非嘅小人方咧，盡量執乾淨企理去，盡量擺少啲嘢。另外你個位嘅後邊咧，我叫靠山位啦。咁如果假設你係後邊係玻璃嘅，咁啊即係冇靠山啦，你就揾件厚啲嘅褸掛喺你個椅背，唔使着嘅，長期掛喺度，咁咪可以變成你嘅靠山咯。掛明山啊嘛，嗰件大褸咧最好係啡色嘅。若然你覺得掛完之後好咗啲，又爭少少，咁你咧直頭加埋8粒石春喺你擺喺其中一個衫袋。8字數咧係一個土嘅數啦，加強你背後個靠山，對你一定有幫助嘅。